后来即摆一礼拜只会当买3片的喙罨，所以民众拢家己想办法，靠要安怎甲喙罨重复来使用。食药署证实咯，真正会当用电锅来吹喙罨膜，莫加水，一摆放一片，吹3分钟，就会当来消毒。讲过滤细菌的效果超过99%，啊，一片的喙罨上最莫吹超过5届。 甲用过的喙罨放入去电锅内面，唔免加水，甲切落去加热，3分钟了后挑起来，搁再放5分，就完成喙罨消毒，而且细菌过滤的效果甚至会当维持99%以上。电锅加热之后的那个热空气传导，然后把上面可能附着的一些微生物，包括细菌或病毒，把它经过那个高温，然后杀菌消毒清除掉。 虽然即摆食药署正是用电锅吹喙罨，一届一个真正会当杀菌，不过若是要过滤空气污染的防护力咧，每加热一届就下降1.3%到14.2%。而且用电锅吹喙罨消毒方法嘛，免去使用上侪届，若无喙罨的细菌过滤效果嘛大大下降。 我们建议是加热3到5次啊，因为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，那个口罩也有可能会一些脏污，或是有一些破损，它阻挡一些固体粒子的部分的下降，会下降的比较多。不过，食药署强调，若是有出入病院，则比较高风险的场所，也是以一次性使用为主，而且爱逐工换。比照平常时伫户外活动用完的喙罨，则适合用电锅消毒，重复使用。